6月19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天生有一種領袖嘅氣質，你睇嘅嘢比較遠，追求完美，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。無論你嘅知識啊，同埋你嘅教養，都會令到好多人去仰慕你嘅。你嘅聆聽力好強，好識得聽得出對方嘅困境，俾到一啲適合嘅意見佢，可以好好咁樣引導對方成長。你唔係好中意講一啲你自己真心說話出嚟，但係就有堅定嘅信念，係自尊心好強。一旦自尊心受損嘅話，無論幾親嘅人呢，你都會攻擊，令到人哋幾驚嘅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好識得照顧人，但係感情呢，唔係一種謀略，亦都唔係一種策劃。成日估人點諗，或者要對方諗你諗咩嘅話呢，其實雙方都會好辛苦㗎。結咗婚之後呢，你會好好咁樣扮演喺屋企之中家庭嘅角色，會係一個好值得信賴嘅家人。而喺性嗰方面呢，你會有兩面，有時呢，你會好想掌握主導權，有時呢，你就會想順從對方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呢，你做每一件事呢，都會係團隊嘅核心，會負責統籌規劃嘅工作，擔任領導者嘅角色。你有豐富嘅專業知識，頭腦聰明，亦都肯努力，深受身邊嘅人嘅信賴。你嘅財運好穩定，可以透過儲錢咧，令到你嘅財富增值。未必會係一個好有錢嘅人，但係咧應該都唔愁錢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個人深藏不露，唔係好中意講真心說話同人哋傾訴。當你得翻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唔自在。所以好好咁樣令自己有翻一個獨處嘅時光。當有一日獨處嘅時候，唔係覺得孤獨寂寞，而係覺得輕鬆自在嘅話咧，你個人就會放鬆好多噶啦。